昨增加12例本土个案，其中有7例是高雄沙石场军事案的延伸，嘛高雄沙石场团保连事件扩大到34个人确诊。团保路线是先对高雄表兄弟姊妹的家族汇到沙石场，搁汇互苗栗的亲戚因兜，所来汇互其他的家族成员，继续经过4波的传染链。3到4波大概是一定有的哈。那现在你不知道砂石场之前到底更早是怎么传的，我们就是观察2个前，我觉得20天。如果20天之后呢，没有看到什么新的个案，那这一波的传播大概就可以把它结案。整体来讲，疫情要观察到2月底，才会当决定敢要减少居家隔离的时间。只是指挥官陈时中接受平民专访的时讲，元宵节了后会甲边境放令，入境检疫的自查4天减少到10天，而且会增加居家检疫期。商务客入境会比照国民的标准，袂过因为国家疫情的风险会有检疫时间的差别，尽可能满足经济需求。后一步是开放观光，已经找旅游业者开会规划防疫指引。我们以业界的角度来看，当然要说松绑的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够有所一些能够打开一点，隔离呢是不是能够天数短一点？是不是能够在7天、5天或3天？目前对观光旅游无时间表，毕竟要自严格国门走向开放，要豆豆仔来。感染科医生嘛认为，敢会当伫元宵节了后甲定案放令，要是看国际之间的疫情来做决定，相关的细节嘛需要过评估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